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大家收听今天5月25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赛亚书46章1到13节。以赛亚书46章1到13节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给我们一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是神明绕行的画面，有比勒和尼波两位神明，他们受人的膜拜，被驮在驴背上。这其实是巴比伦他们在新年的时候，这个国家会有神明绕境的活动。这位比勒大神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巴力，而这位尼波呢，是他的儿子，也就是这个巴比伦的智慧之神。他会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国运，今年的国家运势如何。可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却说到，他们如今都成为牲畜的重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偶像不能自救，他们即将要成为战利品，给带走了。这是巴比伦神明的末日。在这里说到这两位神明，他们在上帝预言当中注定要灭亡，要败落。神明偶像不能自救，然而这位上帝却看顾我们。在今天经文当中说到，我是你们的上帝，我要看顾你们，直到你们头发斑白的时候，我造了你们，也要养活你们，我要帮助你们，拯救你们。偶像不能自救，也无法救人，然而这位唯一的上帝，无人相比的上帝，却要看顾我们。在这里说到的就是以色列人，就是上帝拣选这些信靠他的人，直到头发斑白的时候。在这里讲到4个动词，一个是上帝他创造了我们，然后上帝他要养活我们，他还要帮助我们，他还要拯救我们。这段经文呢，预言遥指了100多年后，讲到了巴比伦国要灭亡的时候，波斯要兴起，在第11节的地方完成上帝的计划。他们都是上帝使用的器皿，为要以色列人回转归向这位唯一的上帝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说到，有罪的人啊，要记住，你们要想一想我所做的一切，要记住从前发生的事。不一定是在这一代发生的，或许是上一代、上个世代所经历那美好的见证。他们要想起这些见证，因为上帝的拯救不只是一种传说或是回忆，而是在现在对这些正在流亡、正在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，上帝创造他们，他也要养活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拯救他们。上帝的心意一定会实现。在今天我们在分享的时候，台湾也正在疫情严峻的时候，在这几个礼拜当中，我们要常常来思想这位上帝，他不仅创造我们，他也在这里说他要养活我们。或许我们正在经济的困境中，我们正在生活的困难当中，我们正在没有办法自由出入，种种因素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更是要来想起这位帮助我们、拯救我们的上帝。在这里说，听我吧，顽固的人，你们还以为胜利遥遥无期，我要亲自把胜利带来，那日子不远了，我一定不耽误胜利的来到，我要拯救耶路撒冷，使以色列得荣耀。上帝要拯救我们，使我们这群依靠他、被他拣选的儿女得荣耀。这是上帝的心意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我们，看顾我们，直到我们头发斑白的时候，直到我们在地上息了劳苦，进入永生的时候，
他赏赐我们永恒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天父上帝，主，谢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你看顾我们，你在这个台湾疫情严峻的时候，再次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。主，你不只是创造我们而已，你也说你要养活我们，你要帮助我们，你要拯救我们。有许多人在疫情的当中，生计受到了挑战。主啊，我们要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依靠你，寻求你，有从你来的智慧。主啊，代替自己的想法，能够突破现在的困境。主，你更是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，就是你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100多年后要发生的事。我们在历史当中的确看到了主你掌权，主你掌管历史。主啊，你也掌管台湾的历史，掌管我们现在所经历在疫情严峻下的历史。主啊，你持续带领我们，因为你创造我们，主你也应许你要养活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你更应许你要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就带着被主拯救的心情，已经被主养活的心情，已经被主帮助的心情。主，你说这胜利不远了，你要使你的百姓得着荣耀，因为你是荣耀的主，你是爱我们保抱我们的主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愿你在新的一天有新的盼望。这位保抱我们的上帝今天也要保抱你。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迦南之声，也如果你愿意，也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